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5号，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西洋感恩节，在此先跟大家祝贺感恩节快乐。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到第10节，尼希米书第9章第6到15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到11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之子。当人们说平静安稳的时候，基督就必要再来临，并且呢，跟贼一样的静悄悄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来到了。在人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毁灭会突然的来到，人们无处可逃。我们是否随时预备好了？前不久有教会的兄姐告诉我，他说：我不在乎将来，我不在乎将来的盼望，我认为那是不实际的盼望。他说我在乎的就是现在活着，努力的与基督同活。虽然牧师不能认同他所说的没有将来盼望这件事情，但是对于他积极的活出基督的形象，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这种心智感到敬佩。这就是光明之子的生命，是基督徒都要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我们来想想现在的感恩节。事实上，原始的感恩节不像现在这么的快乐啊，或是疯狂的购物节啦哈，然后隔一天还是 Black Friday 哈。我想对于在美国加州的人民，甚至其他的地方，这些人都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景况。他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一样。当大家正在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灾祸会突然来到，正像阵痛突然临到快生产的妇女一样，他们一定是逃脱不了的。上个礼拜有朋友分享了一则新闻，美国著名的这个百货名店 Nordstrom 突然的被80名蒙面的抢匪闯入抢劫一空。在这个下面牧师有放一个连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新闻。当大家都预备要过着感恩节疯狂购物的时候，百货业者的预备了一些货物，结果他们得到了损失，并没有政府或警方的协助，他们不愿意协助啊。因为呢，加州的州政府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或是在去年，释放了数千名罪犯从监牢里面回家，并且呢，在最近宣布了美金950元以下的抢案将不会被受理。前几天晚上，在旧金山的市区，一个非常著名的地点 Union Square 联合广场旁边有一家法国名店，我们台湾的人都叫它 LV。这个名店在当地的这个11月20号被一群劫匪在光天化日下洗劫一空。同样的，牧师也把新闻的连结放在下面。相同的情形也发生在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市里面，也是 LV 的店。这些人
不再活在光明之下，人不再心存感恩，不再敬畏上帝了。其实当然不是啊，但是呢，不可否认的，过度的人本主义主张带来的人的自私自利，没有社会责任，没有公德心，不懂得感恩，却只喜欢追求私利的生命现象，如同上述的那个抢匪一样，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而破坏商家，甚至伤了别人也在所不惜。最近呢，美国跟欧洲的疫情又再度的失控，许多的国家像奥地利又再度的锁国，但是却仍有一群人上街抗议，他们高举的口号说 My body, my body, my right， 我的身体，我的主张，我的权利他们完全不在乎别人，完全不在乎疫情的失控，他们只顾自己的自私，在乎自己的权利，他们拒绝接受疫苗，他们拒绝戴口罩。不久之前，在台湾被台湾的媒体戏称说，台中的大理寺成立了成人棒球队。其实不是是因为呢，不久之前大理寺有一群拿着棒球棒的男子去人家的家里砸了别人停在骑楼下的名车，车主还是一名警察旁边竟然还有人负责侧录，这可能是有人交代，然后要去交差的。这些都不是光明之子的行为，更不是感恩节的意义。不久之前，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党魁在国会发表言论，他除了批判社会主义，批判中国共产党政权制造全球的混乱之外，他还问了一句话，他说：光明的社会在哪里？光明的社会主义在哪里？我们要问，谁是光明之子？谁才是光明之子？就圣经的观点来看，光明是上帝，是基督。那么光明之子就是那一些追求光明、活在光明之下的人们，就像基督一样。这些人应当是基督徒但是就如同我们时常听到的，教会是一群罪人受呼召所组成的。换句话说，我们都还不是光明之子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徒不能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罪的话，光明就不会来到，就找不到光明之子。那这样的话，又如何能够有感恩的心智呢？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经文这样提到：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并不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是属于白昼的。我们不属于黑暗，不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沉睡了，失去了警觉性而随波逐流。经文又这样子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沉睡，我们要警醒戒备。既然我们属于白昼，就应当戒备。我们要以信和爱做护胸甲穿上，以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上。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拯救。基督为我们死，为要使我们无论是死了或是活着的，
都能够在他再来的时候与他一同活着。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这才是基督徒应当追求的生命，努力成为一位会感恩的光明之子。接下来我们一样要一起来读诗篇，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到第10节。大卫的诗说到，求主带领保护。上主啊，我向你献上祷告，我的上帝啊，我只信靠你，求你使我不致失败蒙羞，不让仇敌向我夸胜。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失败，失败的是那一些无故背叛你的人。上主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把你的途径教导我，求你引领我走在你们的真道上，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日夜仰望你。上主啊，求你记得你的仁慈，记得远古以来你所显示那不变的爱。求你饶恕我幼年所犯的罪过。上主啊，求你因你的恩惠和不变的爱顾念我。上主至善公义，他指示罪人该走的路，他引领谦卑的人走向正路，把自己的旨意教导他们。他用信实和不变的爱带领所有遵守他的约和他命令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1年的引导和保守，让我们虽然在这个疫情的困境影响之中，却仍然能够饱尝你的恩典跟赏赐。我们恳求你在新的1年未知的年日当中，继续的看顾引领保守我们，让我们继续的蒙福。阿们。